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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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阿公妈是安怎？啊，伊昏去啦。哥哥打电话给我，我就紧叫救护车。啊，无在关心，哪会昏去？腰笑癌啊。啊，我拢有打电话给伊，伊哪无甲我讲？啊，你妈妈迄个个性，无你哪会搬出去？学生哪位家属要上救护车到医院的？我带去病院，啊，哥哥你顾。